Hello，大家好，我是加密九哥。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叫做元宇宙。不知道大家呢对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呢是什么样子的呀？但是呢，相信大家对这个目前的市场上有一个游戏叫做阿西克斯，应该一定不陌生。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一定会买到它的代币，也就是 HRX，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XS 这样一个代币。那目前呢，这个 AXS 这个代币呢上了币安的话呢，最早的是只有0.1美金啊，0.1美元左右呀。但是现在我们看它的价格，基本上已经接近于最高的时候达到了接近150美金左右了这个样子。那它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怎么会涨得这么强劲呢？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它的一个代币的一个经济治理模型。因为这个开发商他是把这个所有的代币然后分发给了这个社区的用户，也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玩家呢来玩这款游戏，在他这个平台上去玩游戏呢，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代币。然后这个代币呢，你可以随时提到二级市场去交易、去卖掉，然后兑换成这个钱。啊，这个游戏呢，在这个菲律宾呢是特别特别火的一款游戏，而且现在这个已经把它定为了一个支付平台了这个已经把它定为一个支付平台了，所以这个呢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既合规了，而且呢还得到一个新的名号，叫做支付平台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平台，而且还是成了一个支付的一个平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我们在后期再讲，今天的内容不讲这个。那所以说这个呢，它完全的打破了我们现在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传统的游戏开发商的一个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未来的话，这样的一个模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玩家，而且还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受益者，也相当于呢，我们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这个游戏跟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为这个游戏呢不断的完善这个游戏呢做了一部分贡献了。比如说这个游戏哪里有问题，有漏洞，那我们肯定要跟这个游戏开发商去反馈的。但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是没有的这一项的。我们即便是给他反馈了，他也不会给我们任何奖励的最多给我们奖励一个皮肤或者是一个钻石就这样子。但是呢，基本上来说呢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当然了，如果对于一些玩家来说，可能这个意义非常大，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这个意义不大。毕竟呢，我们还是想要通过这种游戏呢，去把我们的投入的精力、投入的时间，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一部分的收益的。但是呢，这个阿西克斯为什么这么火的原因，因为人们投入了时间和精力的话，那他就把别人投入的这部分精力兑换成了这个现金给他支付给这个玩家。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去玩这个游戏呢，然后呢通过玩游戏去获取代币。这种方式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挖矿的一种行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挖矿的行为。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工作任务的一个权益证明工作量证明等等等等怎么样都可以。反正就是这两个方式他通过游戏呢去获取了这个代币，当这个代币呢，然后我们可以去拿去卖掉。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存储起来等更多的量的时候我们再去卖都可以的。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移动游戏平台。那目前呢，这个游戏平台还没有正式的推出来呀。但是为什么要讲呢？这个很关键，大家一定要听了最后。所以这个呢，就跟大家息息相关了那这个游戏呢，它是一个 ARC8，是这个 Animoca Brands 的一个子公司推出的一个 P2E 的一个移动游戏平台。目前呢，它已经发行了代币了，这个代币呢叫 GMEE，作为一个奖励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用户在这上面玩这个游戏呢，它会给予我们这个代币奖励这个跟这个阿西克斯有点类似，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过呢，它唯一的不同的是，它现在没上线了没有推出这个平台还没有发布呀，只是可能还是一个测试阶段吧。
但是呢，他已经发现了代币，发现代币呢，目前呢，他有一个挖矿的计划，也就他目前呢推出了150万美元、150万枚的这个 GME 的这个代币的一个奖励给他这个早期的矿工，价值的差不多是22.5万美元其实呢还是非常多的了22.5万美元还是非常多的了。那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代币呢？首先呢，我们要准备的是这个手机，也就是移动设备不仅仅我们平板电脑也可以当然的话呢，目前它支持的是苹果和这个谷歌系统。当然了，对拥有苹果系统的人可能来说呢比较友好。当然了，对一部分安卓系统的用户可能就不太友好了当然，如果目前国内的话呢，有一部分的手机呢不支持这个不支持这个谷歌的这个 Play，也就上不去。即便你翻墙也没用，它就是上不去。上去之后它也下载不了这个就很难了呀，很为难那怎么办呢？这里呢，我给大家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听下去。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了可以听下去；不感兴趣了，那也可以关掉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往下走。首先呢，我们第一步打开我们的谷歌浏览器有谷歌浏览器。现在我们要打开它。打开之后呢，我们下载一个这个基于这个谷歌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安卓的虚拟机。在这里呢，我们下载有好几个版本我们下载这个雷电吧，我们在这里下载雷电我们下载个雷电，雷电对，雷电安卓模拟器，我们下载这个。好，我们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大家有看到我在这里有下载好几个，为什么呢？都是已经删掉了。为什么？因为它安装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之前的因为我之前有安装过，可能哪个地方有问题了。当然了，为了录这个视频呢，因为让大家跟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呢，我把之前那个全部删掉了，卸载掉了，所以我就重新录了一遍。好，我们稍等一下，让它下载完。这个有点大呀，300多兆呀。但是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呀？我们要看一下，好像有点，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电脑版的是不是这个？电脑版的才这一点点，好像不对哦。我们先看一下，应该就是这个。那它这个300兆哪来的不知道，我们先安装吧。还要下载，就是的，那这个就没错，不下载，它这个快下载快结束了。这个链接的话，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让大家直接进去下载就可以了。其实最好用的呢，应该就是这个其实应该就是这个，它可能比较轻我们看到这个雷电模拟器，它的比较重的就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然后我们就现在的还是按照这个雷电模拟器来操作，这个它可能还是比较轻一点的，因为只有几十兆嘛。
雷电模拟器我们看到它下载下来要300多兆啊，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在谷歌上去搜索一下。当然这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大家可以自行的去选择啊。整个操作流程应该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个我现在下载下来安装不上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加快这个进度呀，我就不下载这个了，然后选择一个新的版本，大家可以啊自己去选择。好，安装。好，它现在安装了，这个还是比较快的啊。就好，我们稍等一下，稍等片刻啊。好，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安装一个东西啊，继续来安装一个东西。这个我们要下载一个翻墙软件啊。现在我们要下载一个翻墙软件啊，那我们下载一个云梯吧啊，下载这个云梯。我们一定要下载一个软件啊，没有软件不行了。但这个好像又飞到这来了，不行，不太友好啊。还好，这个时候它现在这边呢显示没有安装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又下载不了呀，怎么办？因为安装的话，我们看它要登录，登录之后呢，它还要登录之后也不一定也下载不了了，所以我这里不登录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登录了，不登录了。我们要进入它的官网啊，进入它官网看一下，不知道它的官网有没有官网啊？啊，这个对，它有这个，可以在这里下载。但是我们现在要下的是 APP 版的，它这电脑版的我们不要。好，我们现在来下载这个云梯 APP 啊，我们下载这个，因为这个他说的是用这个做最好的免费的一个免费的嘛，但是其他的免费的不是很好用啊。好，我们先下载看一下。它这有个 XAPK，但是这个下载下来它安装不了，那我们这个也不下载它了，我们要去找一个 APK 的。那我们就下载这个，这个是3月16号的，你来用吧。这个 APK，这个 XAPK 呢就不好弄了，我们先下载。好，我们先下载下来。这个的话呢，这个我也把它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吧，大家自己直接拿去用吧。
如果说你的手机能登上这个谷歌 Play 的话呢，你直接就不用下载了，你就直接登录上去，直接登录你的谷歌账号，然后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但是登录不上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用电脑。好，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现在基本上，和啊，我们现在先下载这个，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直接拉过来，好，安装。安装之后，我们要打开它，云梯让网络无国界它的这个宣传语还是挺不错，但是我们接下来先要等待我们现在的话直接连接吧，它这个好像是自动选择的，你看它的线路节点自动选择，然后的话好正在启动，好测试连接测试成功啊，真的测试好 OK 了之后，我们现在呢要返回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首页吧，让它后台运行吧。然后我们现在要下载谷歌安装器，一定要下载一个这个东西，要不然用不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个上面去下载应用程序，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下载我刚说那一个，就是下载这个会方便一点。因为它是谷歌的这个应用商店呢，什么都有的，但是这个上面它需要先下载。当然了，有的时候运气好的，它可能就直接，但这个在官方下载没，我们看一下。好，现在有了。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个的话，它就不需要安装它，因为它本来就自带的有，包括谷歌这个商店了，它都有的。所以说建议大家下载这个，如果是用不了的话，我们再用这个这是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他也用的这个。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地方，Play 商店。进入商店之后呢，我们要登录我们的谷歌账号，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登录。好，它在检查我们的手机信息，基本上步骤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所以大家的话一定要跟着这个操作一遍，基本上就废了这里我们要登录我们的这个邮箱呀。好了，我把我的这个邮箱曝光一下。嗯哼，好，有点慢了反应。好，下一步密码，手机验证码都要的，这个它有点烦，有点点，什么情况目前要，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好，现在还在检查，什么情况？
好，现在进来了啊，现在进来了，终于进来了呀。好，现在进来之后呢，我们在这里去输入这个 ARC8，然后我们就点击一下，出来了，你看一下 ARC Game11旗下的免费 GM11挖矿网络安装，非常 nice。好，现在我们打开它，这里基本就进入它的这个就开始进入它的这个程序了。好，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来登录呢？我们直接用谷歌账号登录啊。什么意思啊？啊，我们不关注它，我们现在要直接不关注它了。我们直接登录，用谷歌账号登录就行了。现在的话，啊，它这个我刚刚上次已经登录过了，它这里是要添加一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大家一定要填啊，没有邀请码就进不来了。它现在是一个邀请模式，还是一个好，接下来的整个的一个挖矿的这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我这里已经有0.0438个了啊，也就每小时能挖0.001个啊，一天的话，差不多能挖0.1个左右吧，20小时嘛，24个小时嘛，我现在这里已经挖了0.0439个了嘛，总体的话的上限是50枚啊，也就是它这个挖矿的活动结束在10月20号。然后的话呢，它这个10月20号，这个基本这个信息是10月1号发出来的，也就20天的时间嘛。好，我们现在的话已经到了这个，它这里有钱包，我们也可以提，到时候应该到时候上线之后我们可以也可以解锁的啊。好，这整个的操作流程呢就结束了，只是有一个地方呢，它要添加那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我会把它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直接拉去复制粘贴过去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话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话，可以点开小铃铛加个关注，顺便呢点一个赞。如果觉得你身边的朋友也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